这红红的是桃花，这白白的是梨花老。放亮我不得红花梦啊！小姐不爱红花，爱白花。老那边我去猜啊，兰桂，兰桂。妹妹，快来！莫名嘛呀，当为兄妹双双关远心，喜剧观音来报雨，报雨我上去，谁让永康宁？妹妹，我们快走吧，哥哥走。看见他兄妹双双同烧香，太阴阳兄妹牛过飘碧，家早颠沛留一份。牵牛陪我4年春是两双情，叹不知兄妹何日得重逢，小孩的哟。患难解闷，只怕夫人要怪我此恨小姐不用心。小兰桂一番语道理，我岂能归你？自山
两夫两宝带路。是。相公快来，相公快来！相公，这相公，喏，节目用山用彩的，田里芳草比似意，心房冷落绿花影。相公，我这次梨花回去。姹紫嫣红花似锦，一阵无听了。当中能在气氛平。我的对了，都是你。冰子头下涟漪，终于描笔丹青丝也画不出这一旁了人也要成缘。啊，两不两宝，看见夜场来人往十分热闹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相公，前面去是塔寺庵，这些人都是去烧香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相公，今天是2月19，观音生日。观音生日，哎，相公，我们也去塔寺庵一问一问，吹吹热闹好吗？倒也是的。哦，慢。相公，又有什么事嘛？想那大寺庵中，今日烧香的妇女定是十分拥挤，我等进去问查一气，都与不平。这有什么要紧的？我们只管一问，不去看他们也就是了。我去的，好，相公。咦，嘿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！两宝，什么东西？借我看看，借我看看。喏，嘿嘿，两宝，两宝，你让我，喏，哎，相公，两宝这个好东西，推推的藏起来了。两宝找到了什么东西？去来入口。哦，原来是一方牛背。西巴牛背宽分明，金银光喜哎上人，上客鸳鸯摇一盏，
岳飞来，快来此文多珍贵，定参名家国来相公，这块牛排就接我玩吧。这牛排不知是谁认识了的，我们离给不归原是。对，相公，那我们怎样归还人家呢？我们不妨就在此等候，那设备之人定要到此寻找，那是可将原物奉完了。相公这个有理，那要等多久啊？我们不再去鱼完了。有称上京又不是大事，这牛排乃是贵重之物，岂不要接话那设备之人？相公说对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吧。真倒霉，都是你切一块什么牛排嘞？好，等吧，等吧。小弟这类几十人，此次行到不公义。这位大姐，可你曾是皇上四处寻找，莫非收了贵重之物？是我家小姐收了贵重的东西。是你家小姐设下的。我的小姐来了。十陪有事生我心。有没完是没有找到，哎呀，快去找嘞！莫非是连带观音先生哪里？皆是疯子人间母，就是那天上心上也同情。小弟有没喏？相公，大姐，可就是这一方面呗。真是，那小事就原不甭完了。多谢相公了，都是为了你们这块牛排。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都不能走开。两夫，这君子你太平平平家亲，终后老人人可敬。君子啊，谢金隆恩来比我。不滚，凤万十是本安稳，区区小事何足嫌？兰桂小弟，我们回家去是。
相公，相公，相公。哦，两不两宝，叔叔与我登路。是。在民房中去推门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。两不两宝，快去当听前面是哪一家呀？哎，相公，这不是吕先生的家吗？什么？是我先生家里？相公，你连先生家都不认识了？啊，呀！咦，好生奇怪！我先生只生一子，并无女儿。这位小姐，她是谁呀？哎，啥人来了我家门口东张西望啊？哦，原来是梁师兄！哎呀，梁师兄，久违啊，是久违！哎，怎么站在门口关门不走呀？请进，请。啊，李师兄，兄，梁师兄，话嘛等一等再讲，让我进去不能倒背。哦，李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还有话要问你。啥个事体这样心急呀？是在小弟路过府上，看见有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快讲啊！哎呀，我讲我为啥吞吐吐的嘞？你快讲呀！哎呀，吕相公，喏，就是故知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娇娇嗲嗲，标标致致的那一个？啊，李师兄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哦，原来你要问的就是她呀！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她嘛是我的阿妹呀！哎，小弟与刘兄事与同场，情同手足，从不曾听说刘兄还有一位灵妹呀。哎，从前没有嘛，现在就有了呀！刘师兄虚开玩笑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啥人不能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哦，侬不要奇怪，让我来讲给侬听。阮小姐，我是父母团亲到这家，回来是床儿不长家。昨天的有人落了山，我是姐姐那个忙叫那管家救起了姑娘，从外阳，她说是山东的人，冯家呀女，才请到南京来经商。我因是父母跑病死，她是受人欺苦头家，我母亲见她多来，记着命啊令还告他。是呢，他的身世实是凄凉。是啊，哦，千万李师兄，不知灵妹家务方面，今年青春多少，可曾许配身家了啊？哦哟，梁师兄啊，侬一不看相，二不算命，问得这样仔细做什么啊？是啊，刘兄喜得灵妹，小弟问问又有方啊。哦，应该问是应该问，他呀名叫岳阳，今年
可不是妙当哦。欢迎呀，明儿与在分下吧，闺中还是有希望。举头有兄去做媒，以免得另外月老比嘴脏。阿里师兄，请在小弟眼里。哎，并不无辜，因啥个理呀？小弟也是去留兄。哦，梁师兄为事情要救我啊！王兄起来要帮忙。哎，干么是帮啥个忙嘞？小弟是实在叫我去采。哦，是要我一同有成气的呀，不是的，再叫我雷雨灵梅去上香。哎呀，这个香倒是烧得蛮好的。刘兄啊，小弟心事愿实讲，干么能讲来呀？到自己啊，我觅得少女情来忙，今日必先送天降，愿去永远啊，要陪好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，看梁兄侬须得忙，一个那个姻缘我承担，侬委屈，哎呀他为家，更何况郎才女貌是更相当。我做美人是到成功，侬个委屈夸夸真为做心啊！事事多谢刘兄成全，好，我就先收下你这个小美丽师兄，那小弟就等候佳音了。佳音。哦，哈哈，上快个，我马上就不弄。兰桂，兰桂，快请小姐出来。刘师兄，安兄，阿妹啊，让阿哥来帮侬迎接迎接。喏，这位是梁师兄，梁师兄啊，这位是我家的阿妹啊。梁师兄，四妹，安兄，唤小妹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你的师兄，快来！哦，原来你是要当面就亲呀！那就亲吧，亲吧！小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师兄，梁师兄，梁师兄喏，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，一切把头。安兄，究竟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恭喜阿妹，是贺喜阿妹在。小妹喜从何来？阿妹啊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你可曾看得清楚？哎呀，安兄问他做甚？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他阿哥来做哪个人？忙听此言红万岁，那亲自不断转正来，但听他气旋傲平地外，叫声谁上八转位。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是神女人才，文女文才，就是跌去灯笼嘛，也找不到第二位了。
阿妹呀，阿妹呀，哎呀，阿妹呀，阿姑做大妹，生命那个地位，从来不是那个不好，句句是实在。提起那两牛丝，哪个不赞美？他操守三事才相符，才人绝不强红他不是当朝宰相？是啊，那他是梁世龙之子。你到底是缘分来了啊？缘分来了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咦，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哎呀，对呀，这种事情叫他一个女家。怎么舍得出去呢？哎呀，不错，但我向爹娘禀报这个美人嘛，我一定要注意成功的。什么体统？我想，夫人，当我王中那本三五宝字拿到这里来，是小心，好谁了，可要你的闺名。是美香，把这个画饼拿走。宝石是谁叫你拿到这里来的？小姐，正是夫人啊，是我娘。哼！哎呀呀，讲我的好宝贝呀！小姐，这里没有事，都到外面帮忙去。是。你叫啊，是娘叫他来拿的呀。娘，不是你呀，也太偏心了哈。哎，
娘怎么会偏心啊？这三五宝石乃是女儿喜爱，但从京都带了来的，你为什么把它拿到这新房里来呀？新房里没有一点好的把式，节庆郁闷垮了，也不像样啊！像样？我弟弟在朝为丞相，满庭仙和非寻常，往来的都是好门贵，总比有欢事公一大，金石家吕家女儿许金珠。别梦话，这婚姻本来不相当，这寡女姑姑配酒家，他这个两家都知我难得在，做后娘落得人在把饭啊尝，你不将来实见光，让他宝贝儿子。私人大娘，你为哥哥这想得肚子大，去把女儿分一旁。哎呀，这真是天地良心啊！娘把你红日怕风，寒日怕阳。不放在心上。哎呀，我女儿的婚事，做娘的是千万也想来，谁叫也想，时时刻刻都放在我的心上的呀。去年在京都，娘不也为你操过心吗？真下家不识得举，哼！哦，这就不用再提了。如今你弟弟在京里留心，为娘在家乡留心，总想替你找一个有权有势、有才有貌、门当户对的王孙公子，才能配得上我的好宝贝哟！夫人，禀夫人，花轿来了。知道了，好了，花轿来了，我也要走了。有巧啊，好宝贝，带娘去吧。
耐心等，喜庆人人我难以自，这姻缘把这切莫放在那人。3月来我绿头绿胸把亲眷，每早见君愿难人。从此我思索无尽无心困，三餐错晚难相会，三目所长最漫漫，夜待朗月我行于万中有人无此诉，一鬓相思明镜阳水，好容易盼得菩提杨子水，洒出了三界鸳鸯人，今日同往三夫妻，花朝月人永不醉。新郎官，新郎官，新郎官在哪里呀？刘相公最好。两不两包，快去夸夸你家相公，我们向他欧西去。相公，新郎官，恭喜呀，是恭喜！刘兄，请坐，请。哎呀，我做红当当，桑桑所东方。新郎官呀，我这个阿舅见牛老，你拿什么来谢我啊？哦，两包，快去酒来啊！哎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！新郎官，这新房的酒嘛，应该先去敬新娘子才对呀。梁师兄啊，你我往日同场，今日老酒。我愿你同我的阿妹是相敬如宾，把手偕老。谢刘兄敬言。梁师兄啊，我的阿妹到了你的府上，我这个大妹妹总算是做成公仔。不过我阿妹在永婚之时也发虽小3年，你可要谨记才行啊！两不两包，快在吕相公去喝个痛快。吕相公最好。送刘兄，哎，新郎官，来补，来补，来补啊！刘兄的情呀发言，可敬娘子离人，他为报却老要受强，我立刻见他小心等3年，等得他
情急丝袜渐渐紧，若是后因得其言，但觉得心与灵虚一点痛，结一个闺中之语，我心愿已在心满前。挑起红巾诉风雨，初见之根据生，娘子。今儿天长地久咱不弃，娘娘是写金上一杯好欢聚。不为邻居，那还是不应也罢。其实怨你，就不应该来举手。我父母之罪，生之害，我岂能以仇人之子计乱神？为此为生杀父约有几层，大清那亲人好报仇。见娘子慢慢无言低了头，恰为我连丝恨与三更了，哦，莫非他是为了压发之事？啊，娘子，你永婚之时，刘兄转达压发之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
死了。哦，娘子不必相送，今日一天应是十分劳累，事情焦虑深更，无需朝夕问息，小生明日再来盘问娘子。哦，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，倘若一事，可命后下前来示人。哦，下告示。娘子，夜深风寒，不须关上舱门。娘子若听闻人，小生才死亡安然，也能放心了。是否愿送？告示。家境被失去，今日终去，我更悲愤。好像看见他娘，偶像起来。偶像何事？他娘今日乃是8月中去，相公在花园桂花亭中设下酒宴，特命偶像前来相亲大娘前去赏月。你却未必你家相公杀我无心赏月。他娘只为你终朝出门不欢茶，相公是受得无心托门上，今日他在园中来去做一等，他娘妻人心他
排房，王娶大娘来上面，我为了相公一片叶心肠。两女四好，两女四不与你守家儿女难同喜，又比初对呀用此情。他娘，不先起来。起来！你去卫兵你家相公，送我去就是。此次多谢他娘带我去卫兵相公。他娘，你可需要来我来。两有事。一年整，要见我手上王喜喜。娘子她怎么还不来呀？娘子的为人真孤寡，好似庙中的观音一样菩萨。任凭我千言万语去劝慰，他待我何曾说过三句话？思亲手下手上亲，也何止愁肠不能讲？难道他令我与阴尽？难道我何次得罪了他？今日是中秋逢佳节，亲娘子园中同来赏月娃，咋能够嫁得娘子心中人？就是万苦千难，我也愿受下。不想大娘可曾请来了？他娘说他谁知道？哎呦，好，我想少得相公有赏。谢相公。听得娘子一入骨，好似观香长路，心灵分离一关。起义，
我为人女人，望娘子死在。既曾夫妻，何必客气？我待他应情理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我只得宽宽心，哎呀奶奶气，慢慢在他家逃离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家务常理，不见也罢。请坐，随便坐吧。娘子，此言差也。上上交往总有礼节，你我虽是夫妻，理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多私塾，同达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？此次举起容戒也礼仪。有礼奉还，有礼奉还。娘子请坐。动手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爱，饮食可好，要问可听使唤。见体不扬，不劳操心。你们何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如何见教？娘子，我看你总是到作梦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他被小赞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娘子，请饮酒。你不是早知我不会饮酒的吗？是。不知还有无要事？既无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恰也难得聚他。今日既已到此，又何必见欲为王？还请娘子再坐片刻。请。娘子，你是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看你总是愁眉不作，不知如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娘子真是并无心事，这三昧经书长吁短叹，即是问得了神灵。娘子，到底如何疑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愁呀。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生于非常事，非常事与非常心，这非常心你何必知？虽然是个人自有个人事，可是他夫妻原是恋爱里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
只怕奶妹我两女死。听他言语常应是，难道他我终于受子？娘子不必一承认，若是要裁破你心事，你不是蓬莱县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全当谢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你去猜吧，娘子，莫不是来我家祈求不是意，故而你心中满是事。我好比麻雀飞上凤凰桥，还有什么缘不是？莫不是压弯是望你不诚心，你不还差钱他应生子。阳关是风无差事，与我莫共相思。莫不是我娘亲待你来欺压，你身受委屈难启齿。灵堂是生岁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欺压小辈十里一子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子。灵媒出言与不是此，我一般精神太无知。莫不是你为受高峰心不坏，原若是为想在公差贵子。富贵荣华好早先，何劳云呀操心思？莫不是你另有隐情别有知，姻缘不愿配鸟死。你枉为是个坏男子，说话不过羞耻，欠我一娘太宽情，难道你言我表示？小生并无此意，娘子休要生气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娘女事。
蓬莱谢家子，今日里难测娘子的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着了。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成夫妻，你女人娘们情无梦，拆家之后情夫婿，夫妻何妨应相共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是今日你所亲生，为若是爱在，就是非家意，不与我贴上心上钻。娘子啊，今日里你我共商中举，团圆聚，团圆圆是夫妻。来，与你谈谈心，家门，欢欢喜喜度佳节。一起走去，我此心飞，心酸难舍，我恨有情。他这是从此夫妻呀，团圆。
上哪有你这种奇人啊？他以为气，以为闹，薄情成疾世上伤。看起来我前世守公必守党，今世夫妻难熬行。他既无情待我死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哎呀，不对呀！见娘子她灵隐身手杀气强，伤心又恨泪又淌，其中的你难死。两来他苦中不能相人道，他道人为王才全家，愁望娘子，哎呀真得了。哎呀，对呀，我还是好言去转为，上把将他的仇恨消。金碧两双门，咦，戏厅里面神仙节目哦，莫非娘子身子不垮，安谁去了？我也不便惊动于他，还是为尊死亡，明日再来。唉。咦，我刚要为尊死亡，他到这里面叹起气来了。遇到事要知心腹事，但听背后言。怪生啊，怪生！呀！他在我当面从不曾叫我官人，今日在背后都叫起我官人来了。哎呀！这多少有趣哟！两女死啊，两女死。No！ 公叫了我一声官人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？总算你把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啊！咦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少女君子君，我与你天造地设是家内，我是天上心上难同样，生定你一米王妃美。
把青梅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就一个十岁困难天花阳人。怎么又哭起爹娘来？可爹娘子泪似雨下，终去在远中恨更他。想起我弟弟下生的官居四辈王家，只因日夜见君王传奏建设无邦家，那全集为恨死头起。8月15，我爹娘必血送我昂上，预兆我兄长下云泥，迎喜他团亲早策划，委屈他日能生缘，何夜遇到趁我相阴阳，如你在兵挑长江，我是几次风生几流家，岁月虚度一年真待鸟配，可惜我却是弟弟娘在前下。家园来娘子受苦天阳堂，可得我心酸难忍来双下，忠良早爱谁不通，坚持很多实苦伤。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3月来不图真啊人话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弟弟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事，眼将那卷着咱坚强。梁思龙啊，你这老手啊，怎么是我弟弟来了？骂你老是梁思龙，不该上司把卷龙，上欺天子下压臣，在我父你心太凶，谁知道战场
恨不是道成兄妹过西东，是今是可比关门杨莽夫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金庸。听此也好似霹雳当头红，前月来见这是我两世龙，我知道你为官清正立朝中，瞧不了你常是马军龙，那个大侠绝绝是山中，你却中央心太凶，恨上我妈的家下把事功，老我做过那梦，今日恍然心大梦，从此见人恋啊手后，生死哈，两生死，怎么又骂起我母亲来了？骂你生死太不良，枉为民妇随风霜。我是全副银针套，放在湖上家与海中粮，遇着一日犯我手，我要你们夫妻一同房。堂兄原来是我娘，难怪他总是怒满腔。娘子啊，你三女子有大量，做事离开三思想，幸亏接我来听见，让别人知道你先要逆风的后事遭殃。两牛叫啊，两牛叫！怎么又骂起我妹子来了？骂你这人两牛叫，离你连次见不消。快让我胸膛下云你，一想情愿想起乱叫。你没魂不成行在心，请让祖父为你办世道。我下家虽然早衰，又找不着你也命难逃。应该骂得好，妹子她无作非为才难当。娘子啊，你不与我肉丝同商量，只怕你空话大字枉徒劳。两牛死哈，两牛死！啊，怎么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我怎么会被骂的嘞？两牛死，枉为受到生平事，几番求情我不允，今算夜夜反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生夫妻重转世。遇着一日曾来同，兄妹重逢得了子。先斩老子两只龙，后斩不言两生死。三斩要笑两牛叫，再斩你，哎呀，你这冤家两牛死，好气，好气也！他快快生生马勇死，不与我怒气那样子。比同门，他金家红我比上子，我平日待你与我错，你死的不分要我死，你欺无情，我无义，
回堂去兵临谋亲子，他岂肯将云阳亲草死？娘子是笼中之娘，忙中女，今日绝难逃一死。看起来此事原是我家错，难怪他报仇里他知我不帮他反害他，空为人间欺压男子。他既无情我有情，我为他隐藏着披天事，今晚对他表心意。欲恐怕笑话了我娘子。我是轻轻地叫他开门，娘子开门，开门来。外面叫门是哪一个？是我，女士来了。哎呀，听说是女士把门敲，我胆转心惊问他乡，是方才之言他听见，看来今生我难逃。娘子开门，开门来。来了。请。请来接礼，家务长里何必客气？请坐，随便坐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呀？我是方才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哎呦，晚好啊，是晚好。惊动娘子王不见挂，夜阑神经，你到此做甚？正刚才娘子故于郁闷，一言不发就回转往来，我放心不下，故而他来请问娘子到底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你守得多年，看天色不早，还是回房安睡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敲门之时，听得娘子头上在望是言是语，不知讲些什么。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明明听见真声没有，到底讲什么？
我是在念经。念经？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那是心经。心经？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了？没有念错，那请再念几句，叫我听听吧。遇到是无人念经，有口无心，念过嘛，也就忘记了。哦，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。我不要听。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听了啊。关门男子往外进，开闸门有人引动就看得清。娘子听了啊。爹娘爹娘来了，这是在念心经啊！我的娘子来是余香，终去是冤仇我恨更大，想起我弟弟下城的。官居御史本王家，这阴这夜见君王传授奸人无邦家，那权奸为恩司托记。8月15我爹娘必孝顺王上。欲捉拿我兄长下用你，引起团亲造策我，为报他人能伸冤，还也欲盗趁我家园呀！你才不言而喻，讲些什么？哦，这些都是胡言乱语。好，那我就来念几句真正的经给你听吧。梁司令啊，你这老臣，我把你接着梁司龙，你不该尝试把权弄。上欺天子下压人，在我府你心太凶，你可知斩草更立志，倒成我兄妹过西东。可比关门杨莽夫，我恨不能收拾你这老军哟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呀？你不要再讲下去了，看天色已晚，我要回望万岁去了。万岁的万岁，我还有几句再好听的，再后给你。良药死啊，良药死！我怕你不知良药死，你往外说多生厌世。几分纯情我不有，你竟然一眼还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税，要人走起从算是，遇上一生成美斗。我兄妹二人得了事，现在老子两世楼，二战比两生死，三战要叫两个家，最战冤家两冤死。夏永雅呀，夏永雅，我弟弟黑你无谋，传世法上必给保证。我母亲祖手上死气人也
可长的。我妹子无足必为玉木同门发言。哎呀，我俩有事，一妃之门，二妃同当，你不中太错了你。你竟说也要杀，你就与我来去，到会当被你母亲与你父母生了。圣圣岂有此理！他方才此意道理明，看来是非算哦，他们。最从恨有深，因此伤断了夫妻情。今日里你兄娃来了，我当明他是为妻娘少必能分。你既算与我不同心，就应该辨明是非并公正，方归人谅我苦衷，见就是我欠下的父母也管他见娘子看清同我心，两家愿成生，难怪他对我冷似冰。3月来，他从未吐过别夫言，想不到今日我也教会两人，见他常
我心不忍，父亲娘子手中情。今日的机会，我难拒人上将欢笑压在心。我把起家子，长子怒恼气不平，听娘子在外言细语，在求几声关人。夏荣呀，我凭啥对你多此人缘？你家对我家眼中钉，今日里话是实在相信，只怕你是保举只是黄冠金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不亲，我也不亲。不算是奸人之子。生你把我真此因，这真是事半沙块要加倍，倒叫我自己难想来。娘子她当真动了情，我万须设法去挽回。娘子，娘子，去见你母亲去呀！去不得，方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呀。菩萨真的是非不分，岂不为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惊得往来带你这将你？他还在那里生气你？no， 有事这下有理了。哪里来的这许多好理由？方才陪娘子受惊了。官生谁求了？像我母亲和妹子都是你杀父仇人，如今你身在我家，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杀被某妹知道，今后非笑。谁啊？是我。哥哥，弟弟进都来信，母亲命我送与哥哥观看。弟弟命我来这进京赴死。是啊，母亲之意叫你今日准备，明日同生。明日同生。是啊，弟弟举子才你上京，你总太是时间晚早。如今弟弟越来心才出了，倘上无了考级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来担待呀？
嫂嫂，今日替哥哥真的营帐，我要为禀母亲去了。娘子，官神，留你一人在家，叫我是何放心啊？不想还是不去服侍。你父母四次才病，你啥不去，反要上车后来。我想你去以后，我尚未转离家，等你已经用归，再来接我，你看可好？事甚好，那我在明天临营之前，亲自先送你回去。考试一毕就回来，娘子啊，你休将钥匙藏开吗？这牛排是我父母一缕分，今日神父表衷肠，身家两地要思念官人啊，肩配有时见妻肩配有时见妻房，娘子啊，我一定啥也不离场。身旁要写将士一封，明日前去送与大娘。待我写好书信，立即动身。是。熬得到转，乘风得意。月堂金马虽是远，难杀夫妻两分离。弟弟我，弟弟我。
孩儿拜见弟弟。恭喜母孩，后喜母孩。孩儿交应得中，后座挂齿。得中长远，乃是一喜。今日母孩又遇大喜之日了啊！你的此话从何说起？儿啊，放在这穷林野上，岳亲王爷见母孩才貌双全，十分喜爱，愿将她夺生女孩平养穷子，招母孩为穷啊！这不是天大的喜日了吗？哎呀，弟弟，你可曾答应了？天之为媒，高攀忘情，为父实在是答应了啊！哎呀，弟弟，你难道忘了孩儿在家已经娶过妻了？真为忘了，既不遗忘，难道弟弟不知糟糠之妻不下当，定期再娶才难当？刘家环评门弟弟，将他休妻有后法。我还做了穷马郎，谁过论罪是周家。天道公明，不能去。童权大变，是平常。此事孩儿万万不能得意。好！哎呀，我你好糊涂啊！秀子那岳亲王爷乃至身上的亲王说，我儿遭了穷马，就是当今的愚昧苍凉。京都两家有了泰塞之考，你我父子东张少当，我说不能任性所有，拥抱父不准他讨父妃呀，今不知欺天下是罪冤。弟弟，弟在朝中为臣啊想，理应该出心保不住忠良。残得真何用他山靠，大伯给长死把草高。须知道其心自是难欺天，切莫要这件事报何事上。一切所谓的所见也，休待他年后悔长。小奴才，奴才他也太猖狂，你经过教兄为父修满堂，我也一定难更改，定要你王府遭东张。生贵子乃勉强，我就不去家中去糟糠。婚姻大事辅助之，孩儿已经有期望，刘家门户不相配，夫妻恩爱与不放。小畜生，你不容父命，大不孝。皇家亲日，岂能儿戏？何况天子为媒，为父一经百行，
你抗旨为父，那完了得！明着将你送到皇府，去也要你去，不去也要你去。弟弟，哼！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老夫凶狠似父郎，眼睁睁擦身，闭一娘。我是才秀英公开，偏要功夫怕谁好？华美之气英明节，恰不学相人同到老。这世上何故少公堂？会不该上京来归阿靠？走什么长远，走什么关？今年过节不去，再不能报。娘子啊，你望我早日永归早团聚，才知道小香好去尽走。一日王公生日海，总算有此。难逃，今宵一股到明早，却见后继特龙老，这叫我死后是好啊，这。自己不长修卷，手当场，不穷追到苦门场，身上不将中结非，朝廷昏乱，杀苦恼，世事世道，真为官，夫妻能在不走。天亮好，爸爸，这富贵荣华，荣华富贵，与什么？弃官去还，思乡堂。相公，我银已经30好了，快把书信给我。良凤，事情不用去送了，相公与你一起回去。那好啊，索取衣帽来。是。嫌什么要大为呀？都来喽，要命才娘。
君臣无知情，一笔勾销。什么病症？夫人她没有生病啊！娘宝，小子夫人得了这病，才命我把大娘接回来的呀。难道我亲生落眼睛？啊，嫂嫂回来了，娘，嫂嫂回来了。媳妇穿见伯伯，哼，罢了。夫人，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实在听两宝言道，伯伯生至前案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媳妇拒不问哦，还要帮伯伯死才。不管当，不管当啊！嫂嫂，我们几次查证接你回来，你为什么再三不肯回来呀？这我是逢寂寞病体，无法脱身。那么亲家母病体好些了没有？托伯伯之福，寂寞病体已好得多了。啊，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在上江里救了你这个小生女儿。这啊，媳妇啊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身父母是谁呀？媳妇女儿本姓冯，是山东历城人士，生身父母，我已找你上访，恐怕不得的吧？我已见到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我母女。我请问你，那一是我送信接哥哥，听见哥哥对你说，无需引动小心，言语谨慎，设备墨梅之桃，起火飞霄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！哥哥只言在蹊跷，为什么怕我们母女来知道？为什么你平时对我们都冷淡？为什么事业怨恨长眉梢？分明这你终于非常事，不知道前路你何必想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在网中的协议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好一张离去！自司马家难应让，自才有句休的啦，休的啦！你应我矛盾下雨你，分明你是朝廷去嘛，下雨呀，下雨呀！我心中真为变心想，不顾见你我必猜想，命同袍同生不少，怎能无端把谁讲？话言巧语不中用，劝你万事讲真话，讲真话。句句三言你不信，这天堂的冤枉我担不下，死皮不为刘家。出门，
到哪里去？起码别天为雨，委屈死吧！今日你许下苍龙家，你们真的是自不讲理！懂你还讲什么理？还不用回王去下去！娘，他要这样还不肯认人，还是明天找宋官叩问，怕他不早。对，既要将他刀书往内，明天一早送官，我叫跨谁娘来？门当锁，快来进营，逃无路。怪神啊，怪神！你远才惊动，怎知为情深遭到？
偶像，你来此做啥？前来相救他娘。救我？他娘把天子时偶像对特定名号，不趁他娘早来，过我偷了手子，前来相救他娘。偶像，月牙是与报仇之身，救过亡你的他。哎呀，他娘不必如此。趁是还有无人，你快些走吧。哦，慢。他娘，门开上。偶像，哎呀，他娘，偶像，快走吧，他娘。宋冠廷放小心的很。快与我绑起来！是。小姐，大娘不接了。没想，快请夫人到来。四丫头，人绑好了没有？夫人，相公回来了。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孩儿拜见母亲。是啊，你得中第几名啊？孩儿得中一甲呀。哎呀，好宝贝呀，你得中得名状元，这真是用重要走啊！妹子向哥哥道谢了。母亲请往里来说。母亲因何不见我娘子啊？哥哥，嫂嫂不是你亲自把她送到李家去的吗？方才我与去过刘家，又没言到这个母亲已将她接了回来。妹子，况唤你嫂嫂进来。我到哪里去讲啊？母亲，我娘子她在哪里呀？她在哪里？我怎能知道呢？问你妹子去吧。妹子，我娘子究竟在哪里？哥哥，老实的告诉你吧，昨日呀确实接了嫂嫂回来，今日一早房中却不见她的人了，我们也正在寻找你。莫非娘子她？母亲，昨日再将她接了回来，今天怎么又为何不见了呢？这我怎能知道呢？母亲，这是为何要将她接了回来？娘也病才把她接回来的呀。母亲生的是什么病啊？是疾病啊。相公，昨日夫人根本没有生病。两宝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夫人是没有生病嘛？两宝，你与我从实的讲来。是。相公，昨日小姐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只是夫人得了疾病，等大娘回来一困啊，夫人好好的坐在当上，哪有什么病嘛？两宝，你胡说！是没有生病，我又没有骗人。后来夫人小姐把大娘关在房里，关上了锁。哎呀，天子也来问好病，莫非娘子泄了气？两不两宝，换众家的我不做去。
见了娘子许官若是无道理，你要怎么样？让你们玩我的娘子？婆婆，嫂嫂啥是引本私道？难道你也要向我们母女要神不成？你是什么？我是他引本私道，先生。哎呀！你们要玩我的娘子，你要死！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贱人，尽管对我视此无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哼！老实的告诉你吧，他就是早定去玩小云呀。我们就是把他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娘，害死了我的娘子！我要你们的命！要死！哎呀，要死啊娘！你要死啊！哎呀，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要死啊！你有气死！放不见！让我告诉你，弟弟知道，却不饶你！不讲，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啊？你还来问我，我哪里知道？呀，好，不要哭了啊！我们快去逛逛。你这个小丑子！哎呦，娘子！娘子。心事里一丝恨生死无情间斩断了夫妻恩你当初曾儿愿万倍相违，一往情才问等，恰心我自望与娘子结了碎，恨无对一封死的复成为。母子望，习惯
从当来公上不去富贵，与谁知为家变生一位。牵牛培不见情，我长断心碎。会不会苦长的大会？会不会情比里两地分开？娘子，春走头岁事难择。娘子，今已横在前啊头。从今后曾孤雁凄凉怎为？我愿谁娘都应死，在才双才啊对。娘子听相公声声哭泣旁，天差地生儿也悲伤。他如此多情是无上，我真诚心待他满真相。娘子，相公，请用参汤。谁要用什么参汤？娘子，你死得好苦啊！相公不必伤心，他娘还安才娘。侯相，你说什么？他娘还不成事。不成事？侯相，相公有所不知，说说夫人小姐将他娘刀入房内，说是今日一早就要送官就判。侯相心中不忍，过往我初一三更偷了数日，失送他娘逃走了。侯相，你此话当真？当真？不错，不错。哎呀，侯相，请上随我一把。哎呀，相公可是奴婢了。侯相，大娘也在后事啊。是啊。哎，相公，你何不再到刘相公家去问问？哎呀，对呀，上里是从梦有希望，我盼望刘家新期望。相公最好。多谢侯相。相公，急忙忙迎匆匆，
这扬州快来难拘留，我退奔齐府荒山东，远追高壁皮布，挂袍下官身情意重。倒不是尊吞兄泪影中，他日夫妻能重逢。哎呀，我这此刻去到刘家，杀被那两家发觉，欺负连累恩兄一家，这。前面好像是我个阿妹嘛，阿妹，恩兄，阿妹啊，昨日你讲为做两家，怎么今天一大清早就怕为在此呢？是阿妹啊，我脸色不大好看人，一定是啥毛病了。来，快跟阿哥回去，让侬阿嫂来帮侬调理调理。恩兄，小妹没有病啊？没有病。干嘛一定是出啥事气了？恩兄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到屋里去搞。是。哎呀，阿妹呀，到自家屋里呢，还有啥个犹豫不决的嘞？来，快跟阿哥来。真没有想到，我跟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仇呀！恩兄，小妹来此，欺骗连累恩兄一家，有心不安啊！阿妹啊，你我几位兄妹就应该像同胞一样。阿妹原来我做阿哥的，理该去承担，更何况是得罪忠良之后。阿妹啊，你也不必太顾虑了，快请进吧。恩兄，请进吧。恩兄，请。阿妹啊，你到这之后，啥被那老七不知道，一定派人私自寻找。这阿妹侬是千万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家里。不过这前厅后堂上房睡觉，你是统统不好去的，只好躲在阿哥这个私房里。个私房里嘛，哦，是躲在阿哥这个死柜里。啥是那老七婆到来，做阿哥的也有办法去对付。等天一黑，我就把侬安安稳稳的送出扬州。阿妹，侬看可好啊？恩兄为小妹四次操心，小妹过啊不起。用不着的。阿妹呀，你先进去躲起来，让阿哥出去不能当心啊！哎呀，阿妹，阿哥不叫侬千万不要出来啊！哎，真没有想到，我跟阿妹竟还有天大的冤仇呀！要是早点不我晓得嘛，这个美人我就
不足了呀！吕师兄，吕师兄，他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？梁师兄，久违啊，是久违。哎，我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小弟刚才在从京都回来。那就见过堂堂爹娘。我又见过岳母母了，小弟要亲自去亲吻你。那到青岛去坐吧。听到我的，但是死亡的好。这死亡啊，这几天没有打扫过，肮脏的很，还是清当的好。死亡的好。梁师兄，梁师兄。吕师兄，我娘子可在府上？你果然是问我阿妹了梁师兄啊，昨日你母亲有病，已经帮我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昨天是接回去了，不知今日可人见来？今日没有见过啊。当真不曾来过？我既是骗过你了吗？那告辞了。梁师兄啊，我话都没有讲完，怎么就要走了你？我阿妹到底出了啥个事情了呀？实不相瞒，我娘子她不见了我阿妹竟不见了。哎呀，他们怎么会不见的呢？刘兄啊，花木妹骗我娘子回家里，倒数王门事都记，后想好心救娘子，三更插走难人命。是说来，你母亲和我阿妹有仇是啊，他们啥个仇呢？这件事关系从那比儿起，母亲能泄露真相天是非。刘兄啊，既然娘子不在此，我辞别刘兄去行去。梁师兄，这样大的扬州城，你到哪里去寻他呀？这个金台两难无知意，娘子叫我到何处来寻你？哎呀，娘子看他来你倒是不好，带我先去试他一试。哎呀，梁师兄啊，传兄你不必可怜的，舍不得我阿妹马上会得到家里。侬耐耐心，哎呀慢慢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。当初你比起为公明，今日你龙虎帮长宁可压的，得中一家一名。臣民长远是一节的，我要向你两兄来恭喜。有什么劳，供什么谢，你不知道平地风波起。起啥个风波呀？王师要我找军马。哎呀，这倒是不错啊！这真是贵上加贵，喜上加喜。我娶娘子非容易，经过之事难耐你。主官要我修前妻，我情愿也是穿帕衣。我指望夫妻重团圆，挂冠插刀回家里，想不到家中去逃。
你果然是气管逃出来的，对我阿妹倒是真心实意的。好了，梁师兄啊，我劝你也不必哭得太伤心了，尽量晓得我再来接你做一个媒，娶一个像我阿妹这样的小姐，你看可好啊？呸！我是娘子心不情，你恰使我不在意，我无此寻找及时来，你反来劝我另娶妻，兄妹之情无半点，枉为同场成知己，从此与你团圆去。你望东来，我望西，两师兄买对，阿妹，娘子，官生。从天到家，我天大暖闹不对光，见官人衣冠不正，郎啊飞翔，倒叫我心酸难忍泪呀汪汪。娘子，你为我唱来恩兄为我做主张，梁师兄啊，这位小姐可叫我家阿妹呀，这下你可真心满意了吧？刘兄长你用尽心，我夫妻上结他用不着个梁师兄阿妹啊，你们夫妻谁做当孙？我想你娘子远水高飞，对，这样子不是居女之地，你们还是趁早离开的好。你们等一等啊！官生，我们不是逃往山东我母亲家中，谁也可当听我兄长相貌，你看可好？是9姨娘子，阿妹。梁师兄啊，这些日子你们搭在身上，我谁曾使用？你们还是快些走吧，这里一切与我搭配。阿妹，梁师兄，等一等，你们的宝